那我们很多的这个在城市里面的人，在很多人一起生活的这种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能够可以修持安忍的机会是非常多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这就是我可以修持安忍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我们认不出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要闹下去嘛。然后在这个贪嗔痴闹下去，一直都是继续在那个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安忍嘛。今天也这个也没有办法安忍，明天那个也没有办法安忍。然后这个人也不行，这个邻居对我也不好，这个怎么说呢？同事对我也不好，这个同学对我也不好，那都是对你不好，都是对你不好，是你肯定也有问题嘛，对不对？如果是那么多的人真正的对你不好的话，你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可以反抗他们？没有嘛，所以就是认输也是一个安忍嘛，所以到最后也是很轻松嘛。但是这些来说的话，就是那么一个人真的没有能力变成认输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并不开心。为什么？心里很孤单，很怎么说呢？那个很嗔恨，然后呢就是悲伤，非常非常的难过嘛，对不对？那这些难过是谁给的？实际上来说的，不是那些人给的，因为那么多的人对你不好，是你自己也是有一个原因，但是你自己没有智慧，所以你这些都是把他们都是当作敌人来看，而且是你把这件事情必须得要，我要胜过他们以这种的想法，所以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没有能力是实际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的贪嗔痴很强，你的嗔恨心很强，你的心胸很狭窄，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是你很可怜，所以你最后就是很可怜的。那如果是你不管有没有什么能力，你就是那么多的人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就首先你认出了你自己，我自己不对了。一个人不喜欢我是有可能是我也有点道理，他也不对，我也不对。两个人不喜欢我的时候，我要注意啊。三个人对我有想法的时候，哇，那不行，那完全要改变，不然的话就是怎么可能？同事也今天同事也对我不好啊，邻居也对我不好，然后家人也对我不好，同学也对我不好，那不行，那这就是真的就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就是问题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要改变，改变什么呢？化妆就可以吗？不行啊。改一个发型就可以吗？当然不行啊。最主要改变思想。那用什么方法改变？我们就用释迦牟尼佛的讲法。那么巴智仁波切所讲的安忍安忍度那么就是我们安忍怎么说呢？忍耐他人邪性指安忍。邪性是什么意思啊？他人有不好的行为，他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呢，你要安忍，是为什么？是他在造功德吗？他在做善事，所以你要安忍吗？不是，他也在造业。那他的事情你不喜欢的那个事情，他做事情做的这个事情的事情本身来说的也是不一定是什么真正的好的事情。那么如果是事情本身是很好的，对你不太好的情况下，你能够可以做到安忍，有可能是比较聪明的人，就是比较向善的人比较容易。但是事情本身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对你也是更不好的那种，你都要去忍辱。他造业是他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忍辱的情况下，你就修善了，你就是胜过了他那你没有修安忍的情况下，那你也在造业，而且你造的业也许更大，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有那个怎么说呢？安忍的时候呢，就最主要呢就是依靠他人才可以得到第一个安忍嘛，对不对？如果是没有他人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安忍嘛。那从他人是有分三种嘛。第一种是最不喜欢的人，我们的主人、敌人，或者是同事里面也最不喜欢的那个人，经常对你最不好的那个人那么同学里面也是同样，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兄弟姐妹里面对你感情最不好的那个，
那些都是你可以作为安忍的最重要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最喜欢的人，啊，你的小孩、你的亲人啊，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啊，这些而且是平常对你好的那些，那你对他们也是要有做安忍。那你这些人对你都这么好的时候，为什么要安忍呢？啊，那当然就是后面说的就是求法的安忍一样，你就是对一个人好，就比如说父母照顾小孩再辛苦也是一定要安忍的去好好的去照顾嘛，对不对？就像这样的，就是一个你喜欢的人，对他也是要做安忍，任何一个他的行为都是必须得要忍受。那么第三个来说到就普通的众生，跟你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那么就是这个来说的话，也是有相当就是在人类的众生，人类众生当中的，就像在一个我是什么国家，那我们国家或者我们区域，或者是人类众生，或者是地狱中的众生、恶鬼中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跟你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在我们所看到的人类众生当中呢，就是怎么说呢？跟你又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当然更不是敌人，对你没有任何的利害的那个关系的那些人，也是我们的父母亲，也是一样的，就是要为他们要做那个修安忍。那么为他们修安忍是什么样子呢？那这个是我们就是求法的方面呢，就是我们为了所有一切众生，我们求法有多辛苦多艰难，都是要去做安忍。我们人呢求法苦信者安忍所以苦信是什么意思？苦信是这个方面就是要用到的。那么苦信是要用到这个，用从这个的本来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道理上来说呢，就我曾经也是讲过，一个修信人，他好像就修的过程当中很苦的情况下，是不是很有功德？那如果是他安忍度故的情况下，那就是当然也是会得到这个功德。但是如果是他要不要那么苦，这也是他过去的因缘和福报。对于一个修行人他自己的本身上面来说的话，那么并不是说是苦才是很有功德的，苦本身就没有什么功德的。但是呢，就是修持在苦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今天呢，就是太辛苦了，不要修了，然后我去找更好的地方做其他的事情，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就不对的。所以呢，就是在从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种艰苦也好，然后艰难也好，各个方面都是必须的要忍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自本作人着康着